哇！你睇下呢個大堂，誇張到〜難得睇實地板房，你哋俾2分鐘時間我帶你哋感受下佢嘅細節同埋佢嘅魅力。平時我哋睇一手樓嘅話咧，基本上就係睇異地板房同埋睇圖紙，你唔可以親臨其境咁樣感受到佢依間屋會唔會存在門對門啲咁尷尬嘅情況嘅。但係今日呢度嘅話咧，可以俾你睇得到啦，因為咧佢已經係實地嚟㗎啦。咁入到嚟呢隻單位咧，96方入正，佢俾到我2種感覺，一個係盡，第二個字就係大。點為之盡咧？佢個空間利用率真係利用到好盡嘅。你睇下呢個800副嘅位置。連單車都放得落嘅，就連佢呢個轉角櫃嘅收納空間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噶啦，而且仲要預留埋呢個雙門冰箱嘅位置嘅 U 型嘅一個灶台，空間感非常之充足噶啦。咁啊鞋櫃、咖啡角，就連我哋嘅餐邊櫃咧，都係可以放得到嘅情況下，6米嘅呢個客廳開間。非常之誇張，陽台嚟講咧，亦都可以連入嚟我哋嘅靈動空間嘅後期度嘅話，可以做成一間房啦。4開間全部都係南向，而且呢隻產品嘅話咧，你可以感受到啦，佢嘅功能區、廚房、衛生間，再加主人套房衛生間咧，全部都喺一個單邊位置，可以更高效咁樣系統化管理翻佢嘅上下水嘅。咁呢邊細房嘅話咧，佢可以喺唔利用飄台嘅情況下，同樣做到3邊落床位，再加個衣櫃，所以佢嘅得房率咧，我真係覺得做得非常之滿意㗎啦。咁而且呢個主人套房，我平時咧以為異地板房先至可以做得到呢種效果㗎啫，但係今日睇實地板房。我真係滿意，非常之滿意。你睇下 U 字型一個衣帽間，一家大細都夠用㗎啦。你唔好就係話呢個係只係俾老婆仔女用啊。嗱，呢度講緊嘅話咧係花地灣萬科傲景實地板房96方嘅一個4開間南向嘅戶型，樓下咧就係呢個花地灣地鐵站，亦都帶一個散級嘅小書包。呢個產品係花地灣，我覺得係熱接班嘅。有興趣嘅關注我條，帶你過嚟睇。